當你朝早一起身，第一件事打開手機睇新聞，見到成個世界好似亂晒大坑咁，中東嗰邊又打到飛起，戰火連天，跟住你再睇睇個股市，哇，成個市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紅到不忍直視。但係當你掃下個財經 app， 竟然發現有兩樣嘢嘅走勢係直情一柱擎天，升到你唔信。講緊嘅就係黃金同埋白銀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喺呢個立立亂嘅時代，啲醒目資金全部好似走難咁，湧晒去呢啲避險資產度？點解一啲平時睇落去好傳統，甚至有啲老套嘅投資工具，而家會變成全球大戶爭住要嘅香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拆解下呢個極端嘅市場現象，睇下背後到底隱藏住咩驚天大局，同埋作為普通市民，點樣可以喺呢個大風大浪入面保住我哋個銀包？冇錯啦，最近個市場最爆、最震撼嘅新聞，一定係金價。各位，金價已經正式升穿咗5400蚊美金一盎司啦！你冇聽錯，真係5400蚊美金。呢個數字真係癲到冇朋友，完全顛覆咗好多傳統經濟學家嘅眼鏡。如果你喺2018年或者2019年嗰陣買落一堆金幣，或者平時有儲開金粒嘅習慣，而家真係肥仔啦，身家暴漲。好多國際級嘅頂級分析師已經明言，黃金已經無可爭議咁成為咗全球資金嘅首選避險資產，無之一。點解會升得咁誇張？原因得一個，就係大家對個世界覺得好冇安全感，甚至可以話係極度恐慌。而且唔單止係黃金威水，連帶被稱為窮人黃金嘅白銀都跟住發力狂飆，單日就彈升咗3%。白銀不嬲個波幅通常都大過黃金，有時金價喐少少，銀價就已經上上落落好大轉。而家連白銀都起勢咁衝，證明成個貴金屬板塊已經進入咗一個超級大牛市嘅狀態，資金湧入嘅速度同規模係史無前例嘅。搞到個市咁震盪嘅最大導火線，毫無疑問肯定係中東嘅戰爭。而家已經係2026年，但係中東嘅局勢唔單止冇平息到，反而係越演越烈，甚至有擴大成區域性大戰嘅風險。大家諗下，中東係一個咩地方？嗰度係全球嘅油庫，係世界能源嘅命脈啊大佬。嗰度一打仗，最直接影響嘅就係石油供應。只要霍爾木茲海峽一有咩風吹草動，或者有油輪被襲擊，石油供應隨時斷纜，油價一飆升，全球嘅運輸成本、生產成本就會跟住暴漲，通脹就會好似脫韁野馬咁再飆過。通脹一升，即係代表你手頭上嘅銀紙會繼續貶值。今日買到個飯盒嘅錢，聽日可能淨係買到半個。投資者喺金融市場入面，最怕嘅就係不確定性，而打仗就係人類社會入面最大嘅不確定性。啲華爾街大戶、跨國大基金見到炮火連天，導彈飛嚟飛去，佢哋第一時間諗嘅絕對唔係點樣喺股市入面刀仔鋸大樹賺多幾個先，而係點樣保住本金，點樣將啲錢擺去一個就算世界末日都仲有價值嘅地方。所以成千上萬億嘅資金就瘋狂咁湧入黃金市場，因為自古以嚟，由幾千年前嘅人類文明開始，黃金就係終極嘅避險工具同埋財富嘅象徵。所謂亂世黃金，呢句老說話真係經歷過無數次歷史考驗，由幾百年前到而家2026年，無論科技點樣進步， AI 點樣叻，遇到打仗，大家都係信實金，呢個法則係一樣咁啱使。但係如果你以為推高呢次金價去到5400蚊嘅，淨係得啲驚青嘅散戶或者投機嘅避險基金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真正嘅幕後大玩家，將個金價個底托得硬過鐵嘅，其實係各國嘅央行。我哋回顧下歷史，由2022年俄烏爆發衝突嗰一刻開始，成個世界嘅金融格局就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。當時西方國家聯手制裁俄羅斯，甚至將俄羅斯踢出 SWIFT 系統，仲凍結咗俄羅斯央行幾千億美金嘅海外外匯儲備。呢一招雖然喺制裁上好有效，但係就嚇親咗全球好多國家，
特別係一啲新興市場國家同埋發展中國家，大家都突然間醒覺，原來你辛苦賺返嚟嘅美金放喺人哋嘅戶口度，人哋係可以隨時將美元武器化，一句說話就凍結你嘅資產，令你一夜之間一無所有。呢個信任危機一爆發，就覆水難收。為咗分散風險，保障國家嘅金融安全，去美元化就由一個學術概念變成咗各國央行實實在在嘅行動。所以你會見到中國人民銀行、俄羅斯央行、印度央行，甚至波蘭、新加坡呢啲國家嘅央行就不斷瘋狂掃貨買金。呢種央行買金嘅狂潮由2023年、2024年一直持續到而家2026年，每個月都喺度增持，完全冇停過手。大家要知道，央行買金同我哋散戶買黃金 ETF 或者炒孖展係完全唔同嘅。央行買嘅係實體黃金，係一沓沓嘅金磚，買完之後就直接運返自己國家，鎖落防空洞級別嘅金庫入面，絕對唔會隨便放出嚟市場度炒賣或者套現。呢種只買不賣嘅結構性龐大需求，將市場上面流通嘅黃金貨源不斷吸乾，供應減少但需求大增，金價點可能唔升？呢個亦都係點解每次金價有少少回調，好快就會有巨大嘅買盤湧入托市嘅原因。咁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覺得好奇怪，問一個好有邏輯性嘅問題：既然全世界都喺度搞去美元化，大家都不信任美金，咁點解有啲頂級大行同埋分析師嘅預測會話美金都會繼續升？黃金同美金唔係不嬲都係死對頭，一個升另一個就跌嘅咩？呢個就係現時全球宏觀經濟同埋地緣政治交織之下，市場所產生嘅一個極度吊詭但又好真實嘅現象。喺平時風平浪靜嘅日子，黃金同美金的確係行緊搖搖板效應，但係當市場處於極端恐慌、爆發全面戰爭或者全球性經濟危機嘅時候，資金嘅避險情緒會掩蓋一切。美金本身作為全球流動性最高嘅儲備貨幣，同樣係一種超級避險資產。特別係當其他地區例如歐洲嘅經濟比美國更差，或者地緣政治爆發點好似而家咁集中喺中東同埋東歐嘅時候，歐洲嘅資金、中東嘅資金為咗逃避戰火，依然會瘋狂回流美國，買入美國國債嚟避險，因為美國本土暫時依然係最安全、軍事力量最強大嘅地方。大量資金買美債，就會自然推高美金個匯價。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嘅係一個好罕見、好極端嘅雙升局面，就係黃金同美金齊齊破頂，大家一齊升。呢個現象話俾我哋知，市場上面嘅錢真係好驚，驚到只要係公認嘅避險嘢，無論係金定係美金，總之買咗揸喺手先算。至於白銀，頭先都輕輕提過，佢啱啱又升咗3%，走勢分分鐘仲凌厲過黃金。點解預測話白銀會繼續升，甚至升幅會拋離黃金？因為白銀擁有黃金冇嘅雙重性格。黃金絕大部分時間都只係用嚟做金融儲備或者打金色，但白銀除咗有金融避險屬性之外，仲有非常強嘅工業消耗屬性。我哋而家成日講環保、講減碳、講綠色能源，你知唔知製造一塊太陽能發電板需要用到幾多白銀？你知唔知生產一架電動車入面嘅電子零件、電路板需要消耗幾多白銀？隨住全球科技發展 ，AI 伺服器、5G 基站，全部高科技電子產品對白銀嘅需求係呈幾何級數咁增長，但係白銀嘅礦產供應量就一直跟唔上，好多舊礦已經開採到七七八八，新礦又未投產。喺避險情緒升溫引發投資需求大增，同埋工業消耗剛性需求嘅雙重夾擊之下，白銀個市場其實已經出現咗嚴重嘅供不應求。所以好多資深嘅貴金屬分析師預測，白銀後市絕對會繼續發力。如果金價企穩5400蚊，白銀分分鐘會迎來一次歷史性嘅報復式反彈，跟住黃金一齊上演一場大升浪。面對住咁樣嘅大時代大格局，作為一個普通嘅香港投資者，到底我哋可以點樣部署？
手頭上有少少閒錢，係咪應該即刻衝去金行買金條？其實投資黃金嘅方法有好多種，各有優劣，最緊要係睇返你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投資目標。如果你係一個極度缺乏安全感，驚世界大亂，驚銀行執笠嘅人，咁最傳統嘅做法當然係買實金。你可以去傳統嘅金行或者銀行買金條、金粒或者金幣。買實金嘅最大好處就係你真真正正揸住件資產喺手，睇得見摸得到，嗰種踏實感係買股票俾唔到你嘅。無論個股票市場點樣冧市，電腦系統點樣死機，你床下底金依然係有價值嘅。但係買實金都有缺點，首先係買賣差價比較大，金行實要賺你手續費，其次係保管麻煩，擺喺屋企驚俾人偷，租銀行保險箱又要俾年費，同埋流動性相對低少少，你要變現嗰陣要親自攞去金行驗金先賣得。如果你嫌實金麻煩，想好似買賣股票咁靈活，咁最簡單直接又適合大部分打工仔嘅方法，就係買黃金 ETF。 喺香港市場，大家都好熟悉嘅有2840呢隻 ETF， 或者如果你有美股戶口，可以買外國最大嘅 Gold。 買黃金 ETF 嘅好處係流動性極高，你可以喺交易時段入面隨時冚個掣就買入賣出，手續費平，而且佢嘅價格係緊貼住國際金價走勢嘅，金價升幾多，佢就升幾多。呢個係最方便嘅跟車方法，唔使煩保管問題。但係如果你覺得單純跟住金價升幅唔夠過癮，你想喺呢個黃金大牛市入面賺取更高、更誇張嘅回報，咁你就一定要留意下啲金礦股或者同黃金相關嘅企業。當金價升穿5400蚊美金呢個歷史高位，啲金礦公司真係開心到見牙唔見眼，簡直就好似自己擁有一部印銀紙機咁。點解咁講？我哋計條數就明。假設一間金礦公司開採1安士黃金嘅總成本係1500蚊美金，當金價係2000蚊嘅時候，佢每賣1安士就賺500蚊。但而家金價升到5400蚊，佢個開採成本可能因為通脹升咗少少去到1800蚊，但係佢每賣1安士，淨利潤就變成3600蚊。金價升咗倍幾2倍，但係間公司嘅利潤係暴升咗幾倍甚至10幾倍。呢個就係金礦股獨有嘅強大槓桿效應，就好似我哋成日聽到嘅紫金礦業、招金礦業呢啲國際知名、具備全球開採能力嘅黃金巨頭企業，佢哋嘅股價最近就不斷創出歷史新高，表現分分鐘跑贏實金同埋 ETF。特別係好似紫金呢啲大型國際金企，佢哋唔單止喺國內有礦，仲喺非洲、南美洲、歐洲等地周圍收購優質礦山，資源儲備極之豐富。喺金價高企嘅大環境下，佢哋嘅盈利能力係幾何級數咁增長，自然會吸引到大量機構投資者嘅資金追捧。不過，高回報永遠伴隨着高風險，大家一定要留意，炒金礦股始終係買緊一間公司嘅股票，有企業本身嘅營運風險。萬一嗰個國家嘅政策突然改變，要將礦山國有化，或者個礦井發生嚴重工業意外，又或者公司管理層出現問題，即使國際金價日日升，佢隻股票都有可能會跌。所以買金礦股同純粹買實金避險係兩種完全唔同嘅投資邏輯，大家落注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。我哋再將個視角拉闊少少，睇返宏觀經濟嘅大歷史。其實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出現金價狂飆，背後都係伴隨住法幣系統嘅信用危機。我哋回顧下70年代，當時美國經歷越戰泥沼，財政赤字高企，最終喺1971年，美國總統尼克遜宣布美元同黃金脫鈎，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瓦解。由嗰一刻開始，美金就失去咗黃金嘅實物支撐，變成咗純粹靠政府信用維持嘅法定貨幣。跟住落嚟嘅70年代，爆發咗2次石油危機，引發咗極度恐怖嘅惡性通脹。當時嘅金價就由1971年嘅30幾蚊美金1安士，狂升到80年代初嘅800幾蚊美金，升幅係幾十倍。
再睇近少少，2008年金融海嘯，雷曼兄弟破產，全球金融體系幾乎崩潰。美國聯儲局為咗救市，史無前例咁推出量化寬鬆，瘋狂印銀紙買債。結果呢，金價由幾百蚊起步，一路升到2011年嘅1900蚊美金。到咗2020年，新冠疫情全球爆發，經濟停擺，全球央行又故技重施，印錢嘅速度同規模仲誇張過08年，直接派錢落市民袋。結果大家都見到，物價飛漲，資產價格膨脹，金價亦都順理成章咁喺嗰段時間破咗2000蚊大關。去到今日2026年，我哋面對嘅局面其實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複雜同嚴峻。以前可能淨係經濟問題，或者淨係地區衝突，但而家係超級通脹陰霾，全球天量債務，再加上中東同東歐嘅大規模戰爭，幾樣最致命嘅因素全部炒埋一碟。美國國債已經去到一個天文數字，利息支出仲多過軍費，佢點還？根本還唔到。唯一嘅方法就係繼續印銀紙稀釋債務，即係等同於向所有持有美金資產嘅人徵收隱形稅。喺呢個大背景下，黃金升穿5400蚊，其實並唔係黃金本身變得更有價值，而係我哋手上揸住嘅銀紙變得越來越唔值錢。所謂嘅金價上升，只不過係反映緊法定貨幣購買力嘅崩潰。好多20幾歲或者30幾歲嘅後生仔，以前可能會覺得買黃金好老套，係阿公阿婆先會做嘅嘢，佢哋寧願去炒虛擬貨幣、炒科技股。但係經歷過呢幾年幣圈嘅大起大落，交易所爆煲，再加上股市連番下挫，越來越多年輕投資者開始覺醒，明白到資產配置嘅重要性。佢哋開始識得將一部分資金轉移去黃金同白銀度，當係幫自己個投資組合買份保險。呢個觀念嘅轉變，亦都為黃金市場注入咗全新嘅龐大購買力。總括嚟講，無論係宏觀經濟嘅通脹同債務問題，地緣政治嘅中東戰爭同大國博弈，定係各國央行實實在在嘅去美元化買金行動，所有嘅基本面因素，而家都係一面倒咁支持住黃金同白銀嘅價格。5400蚊美金嘅金價，聽落好似好高，高處不勝寒。但如果你用歷史嘅長河去睇，當全球貨幣體系面臨重塑，當世界秩序陷入混亂，黃金嘅頂部到底喺邊度？真係冇人可以準確預測得到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，唔好奢望可以捉到最底或者賣到最高，最重要嘅係明白大趨勢。喺資產組合入面，適當咁配置一定比例嘅黃金、白銀，或者相關嘅 ETF 同埋優質金礦股，好似紫金咁，絕對係喺呢個動盪時代入面保護自己財富購買力嘅一個明智之舉。希望今日嘅深入分析可以幫到大家理清思路，睇通睇透呢個大時代嘅投資邏輯。請問大家手頭上又有冇開始部署貴金屬資產呢？如果有咩諗法或者想了解更多關於某隻金礦股嘅詳情，歡迎隨時同我交流。需唔需要我為你詳細對比一下幾隻熱門黃金 ETF 嘅具體回報同手續費差異？